喺一個以粵澳商務旅遊為題嘅論壇上，多位嘉賓都認為本澳具備發展商務旅遊嘅機遇。陳偉蘭報導。有公司舉辦以粵澳商務旅遊為題嘅論壇，邀請咗廣東省工商聯代表、旅遊業界代表以及本澳多個商會代表出席，共同就提高澳門商務旅遊比重以及旅遊品質進行探討。出席論壇嘅澳門旅行社協會會長劉亞宏話：本澳已經具備配套設施配合商務旅遊嘅發展，但係就期望有更多航線嘅開通，尤其係低成本嘅航空，而吸引更多與會者嚟到澳門。相信呢一個將會有助本澳商務旅遊嘅發展。我希望能夠有更多嘅一啲航線開通啦，包括啲低成本嘅航空啊等等嘅嘢，即係吸引多啲會議展覽嘅或者獎勵旅遊咧嚟澳門啦。咁同時咧，亦都希望咧有啲package 嘅一啲做法啦，譬如話航空公司加埋酒店啊，加埋業界啊，咁共同推出一啲咧就係一啲套票嘅形式咧，或者係一啲package 嘅形式，係可以令到呢個商務旅遊呢個活動咧係更加成熟。出席論壇嘅多位嘉賓都認為現時正係本澳發展商務旅遊嘅時機，指出隨住本澳國際知名度日漸提高，再加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當中係將澳門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以及區域性商務服務平台，呢一啲已經為本澳發展商務旅遊打下咗良好嘅基礎。中華總商會副理事長黃國星喺致辭嗰陣話，隨住粵港澳三地經濟日益融合，現時應該重點研究開發三地一程多站新嘅旅遊模式，咁樣將會可以達到三地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嘅目的。也應該重點研究開發粵港澳一程多站的新模式，從而達到區域合作的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目的。佢又指出，三地喺旅遊產業嘅合作上面有住非常廣闊嘅發展前景。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慧蘭。